點解我教學生唔好學晒我呢？因為每個人嘅性格都係唔同㗎嘛。今日會分析保守型嘅投資者俾你啊。我有一個保守型嘅學生叫做 Michelle， 係會計師嚟嘅，做嘢一絲不苟，最驚係突發嘅事件。開始咧我就叫佢 day trade 喎，當入賣就當入出，唔使擔心咧過夜嘅風險喎。結果發生係點呢？ Michelle 每日返工都好緊張，因為佢喺 office 咧成日都偷偷睇個盤啊。有一次喺公司開會，佢冇時間睇啦，個市場咧就急跌咗落嚟喎。佢睇到嗰陣時已經輸咗800蚊啦，佢就同我講：老師，我頂唔順呢個壓力啊，我成日都好驚。咁我點樣幫佢呢？咁我就改佢為一個 buy and hold 嘅長線投資者啦，專買收息股。佢買咗3隻嘅高息股啦。第一隻咧就係 DBS 啦，第二隻咧就係 CapitaLand 啦，第三隻咧就係 Singtel。設定好止蝕嘅價錢，然後咧就唔使日日睇噶啦，一個月咧就 check 佢一次就夠啦。結果係點呢？ Michelle 話：我終於可以安心返工啦，唔使驚啦。而且佢持倉1年咧，回報率大概有12%，股價加股息嘅升幅啦，好過佢做 day trade 啦。你又係唔係保守型嘅投資者呢？想知道保守型嘅性格投資者要針對啲咩建議呢？留言保守，我就會 send 俾你噶啦。想知道嚟緊嘉 Sir 點樣部署指數？加入我哋免費投資交流群組，一齊升 level。